你有冇試過？朝早起身，成個人好似俾人抽乾咗精氣咁，軟腍腍，乜嘢都唔想做。明明自己好努力，但係做乜都唔順。打工嘅升職永遠輪唔到你，做生意嘅投資樣樣事，感情方面爭爭吵吵，冇日安寧，身體仲3日唔埋2日就出問題。你去睇西醫，醫生話你冇大礙；你去睇中醫，中醫話你氣虛血弱；你去揾人批命，師傅話你行緊衰運。但係點解會行衰運呢？點樣先至行得返好運？冇一個人真正答到你。今日呢條片就係要將呢個答案認認真真咁講俾你聽。呢套智慧係我研究幾十年易經同中國文化，窮一世心血總結出嚟嘅道理。佢講過句話，運氣呢樣嘢從來都唔係虛無縹緲，係你身上嘅氣場決定嘅。氣場強，運就順；氣場弱，運就滯。佢一世人見過嘅人多嘅係，觀察到一個好清楚嘅規律。嗰啲運氣好嘅人，做乜都順嘅人，身上無一例外都有一股氣。你睇佢哋行路帶風，講嘢中氣十足，眼神入面有光，同人傾偈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好舒服，好有力量。反過嚟嗰啲行衰運嘅人，成日遇到阻滯嘅人，你細心睇下，個個都係冇晒精神嘅，眼神散嘅，講嘢虛嘅，行路都拖拖拉拉，成個人好似一團散沙咁，風一吹就散。呢股氣究竟從邊度嚟？點樣先至借得返？其實易經入面早就講得清清楚楚，只係好多人讀唔通，又或者根本冇用心去讀。今日就將呢個道理同你講透。有4個地方你經常去將啲氣借足，做乜嘢都會順暢。呢個唔係迷信，唔係吹水，係幾十年嘅研究同實踐，一點一滴咁總結出嚟嘅真功夫。你唔信嘅話冇所謂，你繼續留喺屋企碌電話，繼續怨天尤人，繼續問點解自己咁唔好命。但你如果想改變，就將呢番說話聽入耳，認認真真咁照住做。3個月之後你自己感受下有冇唔同。講4個地方之前，先搞清楚一件事，乜嘢係氣？好多人一聽到呢個字就擺手話係偽科學，係呃人嘅。咁我反問你一句，你攰到不得了嘅時候係咩感覺？係咪成個人好似被掏空咗咁，乜都唔想喐，連講嘢嘅力氣都冇？你精神好嘅時候呢，係咪覺得做乜都有勁？成個世界都好似光猛咗咁。呢個勁，呢股力就係氣，就係你嘅生命能量。你話佢圓唔圓？一啲都唔圓，係你每日都感受緊嘅嘢。易經講陰陽，陽氣足嘅人精力旺盛，做事有決斷，貴人多，機會多，幸運嘅概率自然高。陰氣重嘅人萎靡不振，做事猶猶豫豫，前怕虎後怕狼，運氣邊度好得到佢？你唔使信我講，你自己望下身邊嘅人，嗰啲事業有成嘅人，嗰啲家庭和睦嘅人，係咪個個都精精神神？佢哋講嘢大聲，行路快，成個人好有存在感。再望下嗰啲成日嘆氣嘅人，係咪個個都攣嘅？講嘢有氣冇力，做事拖拖拉拉，連笑都笑唔出嚟。呢個唔係天注定嘅。有啲人以為嗰啲行運嘅人係天生好命，其實唔係，佢哋只係識得點樣補氣，識得點樣保持自己嘅氣場飽滿。呢個能力你都可以學識。咁樣關鍵嘅問題嚟啦，氣從邊度嚟？一個人嘅氣來源有3樣嘢，第一係飲食，第二係睡眠，第3係環境。飲食同瞓覺好理解，但係環境呢個因素，10個人有9個忽略咗。你喺唔同嘅環境入面待住，你嘅狀態係完全唔同嘅。你去醫院探病坐1個下午，同你去維多利亞公園散步1個下午出嚟之後嘅感覺會一樣咩？
你喺一間又暗又焗、通風又差嘅舊樓入面困一個星球，同你喺大嶼山海邊住一個星球，你嘅精神面貌會一樣咩？差天共地，呢個就係環境對人嘅氣嘅影響。已經講天人合一，人同天地萬物從來都係一體嘅。環境嘅氣場會直接影響你嘅氣場，好嘅環境幫你補氣，差嘅環境消耗你嘅氣。呢個道理簡單到不得了，樸素到不得了，但偏偏好多人當耳邊風，唔放喺心上。咁究竟邊啲環境嘅氣最旺，邊啲地方最適合借氣呢？呢個就係今日嘅核心。有4個地方係天地之間氣最充沛嘅，你經常去將啲氣借足，運勢自然會慢慢好轉。頭一個地方喺山水之間，易經64卦入面有一卦叫做咸卦，上面係兌卦，代表澤水，下面係艮卦，代表高山，山澤通氣。呢個係天地之間最和諧嘅氣場流動。山係靜嘅，水係動嘅；山係更嘅，水係柔嘅。一靜一動，一更一柔，陰陽相合氣就喺當中生生不息咁流轉。呢種流轉就係天地嘅呼吸。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古時候嗰啲得道高人，點解個個都中意隱居喺山林入面？道家嘅修行者住喺深山，佛家嘅高僧住喺名山，儒家嘅大愚告老之後，都係歸隱山水之間。呢個絕對唔係偶然，係因為佢哋明白一個道理：山水之間蘊藏住最純淨、最充沛嘅天地之氣，住喺嗰度，等於時時刻刻都喺度補氣。山嘅氣係點嘅呢？山係厚重嘅，係沉穩嘅，係扎根大地嘅。你企喺座大山前面，你會覺得自己好渺小，但同時你會感受到一種莫名嘅踏實。山唔會喐，山唔會變，千年萬年就喺嗰度，風吹雨打都動搖唔到佢。呢種厚重沉穩嘅氣，可以令你嗰顆浮躁嘅心安定落嚟。而家嘅香港人點解個個都咁焦慮？點解個個都咁浮躁？好大原因就係太缺乏呢種厚重嘅氣，日日困喺石屎森林入面，四面都係高樓大廈，頭頂見到嘅天得巴掌咁大，對住嘅全部係虛嘅嘢，電話入面嘅信息，網上嘅新聞一陣一樣。今日呢個消息話股票升，聽日嗰個消息話經濟差，人心點可能唔浮躁？你得閒去大帽山行下，去獅子山行下，去西貢嘅山野行下，乜嘢都唔使諗，就行路，呼吸新鮮空氣，望下遠處嘅山巒疊翠，你嗰顆成日跳嚟跳去嘅心就會一點一點咁靜落嚟。水嘅氣又係點嘅呢？水係流動嘅，係淨化嘅，係充滿生命力嘅。道德經講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，往低處流，滋養一切物。你喺水邊坐住，聽住流水嘅聲音，望住水波一圈一圈咁蕩開去，你會覺得好舒服，好似心入面嗰啲雜念、嗰啲糾結、嗰啲放唔低嘅嘢，一嚟有咁被水沖走。有啲嘢你越諗越死，但係你坐喺水邊聽住水聲，唔知唔覺就釋懷咗。呢個唔係我亂講，你自己試下。就知心情差嘅時候，去石澳海邊吹下風，去城門水塘行一轉，去赤柱海濱長廊坐一坐，你嘅心情一定會慢慢好返。呢個就係水嘅氣喺度幫你淨化。山同水加埋一齊，嗰股氣就更加強大。山嘅沉穩配上水嘅靈動，山嘅厚重配上水嘅輕盈，呢個係最完美嘅氣場組合。所以你睇嗰啲風水好嘅地方，係咪都係依山傍水？嗰啲出人才嘅地方，係咪都係山明水秀？呢個唔係迷信，係天地嘅道理。講一個真實嘅事，有個做貿易嘅老闆，以前生意做得幾好，但係呢幾年樣樣唔順，投資蝕咗幾百萬，合作嘅拍檔走佬，
自己身體又出事，高血壓加失眠，成個人差唔多散晒。佢個老朋友勸佢乜嘢都放低去行下山，佢一聽就嬲話公司一大堆事等住處理，邊有時間去行山？朋友話你而家呢個狀態繼續頂落去，只會越嚟越衰，你信唔信？佢諗咗一個夜晚，第二日真係去咗大嶼山嗰邊，揾咗間民宿住落嚟。頭幾日佢心掛掛，成日諗住公司嘅嘢，半夜醒咗就瞓唔返。過咗一個星期，佢慢慢放低咗，每日朝早行山，日頭喺山入面慢慢行，夜晚聽住蟲嘅叫聲入睡。2個星期之後佢返嚟，成個人都唔同晒，面色紅潤咗，眼神清亮咗，講嘢有力咗，最緊要係心態完全變咗。佢話佢喺山入面諗通咗好多嘢，好多以前覺得天大嘅事，其實退一步睇都唔係乜嘢大不了嘅事。佢以前係被困喺局入面，睇唔到出路，去到山水之間，個視野一打開，成件事就通晒。後嚟佢個運程真係轉咗一單，本來以為輸硬嘅官司，對方竟然自己撤訴。之前走佬嗰個拍檔，後嚟出咗事，竟然還翻咗一部分錢，佢重新做翻生意，思路清晰咗好多，反而做得仲好過以前。你話呢個係巧合？如果你仔細諗下，佢嘅氣補翻咗，精神足咗，判斷力好咗，行動力強咗，好嘢自然就嚟。氣足嘅人好似一塊磁石咁，吸引好嘅嘢埋身。氣虛嘅人好似一團散沙，好嘢嚟到都留唔住，所以得閒就多啲去山入面行，多啲去水邊坐，唔使去乜嘢名山大川。香港呢個地方行山徑多到數唔清，大帽山、鳳凰山、麥理浩徑、衛奕信徑，水嘅嘢就更加唔缺。海灘、水塘、碼頭隨便揀，關鍵係要經常去。去咗之後唔好帶住手機拍嘢打卡，放低電話，專心用五官去感受大自然，用鼻去聞泥土嘅味道，用耳去聽風聲水聲，用眼去望遠山近樹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借氣。第二個地方係廟宇同教堂。一講到呢個，我知好多人第一個反應係迷信嘢嚟嘅，唔係。你聽我講完先落結論。去廟宇教堂唔係叫你去求神拜佛、求籤問卦，更加唔係叫你去許願還神。去嗰度係為咗接觸嗰度嘅氣場。你有冇留意過一個現象？無論你信唔信教，你一踏入一間有歷年月嘅廟宇或者教堂，你嘅心就會自自然然咁靜落嚟。嗰種感覺好微妙，好似周圍嘅空氣都變咗咁，沉甸甸嘅、莊嚴嘅，令你自然而然咁收聲，自然而然咁放低心入面嘅嘈雜。呢個唔係單純嘅心理暗示，係場域嘅氣喺度影響你。乜嘢係場域嘅氣？就係一個地方日積月累儲存落嚟嘅能量。你諗下，一間古廟，少則幾十年，多則幾百年，甚至上千年，有幾多人喺嗰度祈禱過、誦經過、冥想過、懺悔過？呢啲人嘅誠意、心願、虔誠，全部都係有力量嘅。佢哋會留低能量喺嗰個空間入面，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，就好似一個水缸咁，一滴一滴咁儲滿，最後形成一個極之深厚嘅氣場。你行入呢個氣場，你嘅心就會受到感染。呢個同你行入一間麵包鋪就聞到麵包香係一樣嘅道理。你根本唔使做乜嘢，嗰個氣場會自動影響你。你行入一個充滿正念嘅空間，你嘅心自自然然就會變得安寧。易經好講究呢個誠字。乜嘢叫誠？心無意念，專一純粹，呢個就係誠。誠則靈。你誠心誠意做一件事，呢件事就容易成。你三心兩意，左顧右盼，呢件事就一定砸。你諗下，而家嘅人最大嘅問題係乜？
心入面諗緊嘅嘢太多太雜，做住呢樣諗住嗰樣，嗰度又有一樣想要，呢度又有一樣放唔低，結果乜嘢都做唔好。點解做唔好？因為你嘅氣分散晒，你同一時間掛住10件事，你嘅氣就分成10份，每一份都唔夠力，所以每一件事都虎頭蛇尾。你望下嗰啲真正做成大事嘅人，邊個唔係專注幾十年深耕一件事嘅？佢哋嘅成功唔係因為佢哋天資過人，係因為佢哋識得將所有嘅氣集中喺一個點上面，日積月累，穿石嘅力量就出嚟。廟宇教堂可以幫你嘅就係呢樣嘢，幫你將散亂嘅心收翻嚟，幫你重新揾到嗰種專注嘅狀態。你喺入面坐住，望住佛像嘅莊嚴，聽住誦經嘅聲音，又或者喺教堂入面聽住管風琴嘅旋律，你嘅心自然就定。心定咗，即係腦就清醒，腦清醒咗，你就諗得通乜嘢先係最緊要嘅，乜嘢先係你真正應該去做嘅。呢個比你喺度亂撞好使100倍。有個做金融嘅朋友喺中環返工，壓力大到夜夜失眠。佢本身唔信佛唔信教，但係每隔2-3個星期，佢就會去知蓮淨苑坐喺個下午。佢唔拜佛唔燒香唔求乜嘢，就係去嗰度坐住飲杯茶，聽聽風聲。佢同我講，每次從嗰度翻嚟，個人就好似充咗電咁，好多糾結咗好耐嘅嘢突然間就想通咗，好多拖延咗好耐嘅決定突然間就做到咗。呢個就係廟宇嘅氣場喺度發揮作用。佢唔需要你信乜嘢教，唔需要你做乜嘢儀式，你只需要去到坐低放鬆咁收氣，自然就會補充。有人會問，我咩宗教都唔信，去廟宇教堂會唔會唔妥？一啲都唔會。呢啲地方唔只係宗教場所，佢哋係文化嘅空間，係精神嘅空間。你去嗰度借氣感受安寧，同你信唔信教完全冇關係。你只需要帶住一顆恭敬嘅心，尊重嗰個地方就得。你仲可以留意到一個現象，嗰啲成日去廟宇嘅人，無論佢哋係虔誠嘅信徒定係得閒去行客嘅街坊，佢哋嘅脾氣通常都比較好，性格都比較穩定。點解？因為佢哋長期接觸嗰個氣場，被嗰個場慢慢咁改變咗。你反過嚟諗，一個脾氣火爆嘅人，運氣點會好？一個心浮氣躁嘅人，做事點會順？改脾氣改性格就係改運嘅一個好重要嘅方法。而廟宇教堂就係幫你喺不知不覺之間改脾氣嘅好地方。喺香港豪嘅廟宇教堂多嘅係黃大仙祠、寶蓮禪寺、青松觀、聖約翰座堂、聖母無原罪、主教座堂，都係氣場好深厚嘅地方。得閒去坐下，唔使做乜嘢特別嘅儀式，就係去感受嗰度嘅寧靜同莊嚴，已經好足夠。第三個地方係圖書館同書店，呢個好多人一定諗唔到。圖書館有乜氣場？咪就係一堆書咯。有乜特別？書嘅確係一堆紙，但係呢啲紙上面承載住嘅係乜嘢？係知識，係智慧，係千百年嚟無數聰明人嘅思想精華，係佢哋用幾十年甚至一世人嘅時間，將自己最深嘅領悟濃縮落嚟嘅心血。你諗下，一本真正嘅好書係點嚟嘅？一個人花咗10年、20年甚至更長嘅時間，喺一個領域入面深耕細作，將佢嘅所學、所思、所悟寫成一本書。你攞起嚟讀，幾日時間就可以吸收到佢幾十年嘅功力。呢個唔係借氣係乜嘢？呢個係最高級嘅借氣，借嘅係智慧之氣。易經入面有一卦叫做蒙卦，蒙係咩意思？蒙昧、糊塗、睇唔清楚。蒙卦講嘅係乜嘢？係啟蒙，係開支，係從糊塗變做明白嘅過程。一個人從睇唔通變做睇得通，
從想唔明變做想得明，佢嘅命運會唔會改變？想都唔使想，一定會知識改變命運。呢句說話人人都聽過，但係好多人只理解到最淺嘅一層。佢哋以為知識改變命運就係讀多啲書，考到好學校，揾到好工，賺到更多錢。呢個當然冇錯，但係太淺。更深嘅一層係知識改變你嘅思維方針，改變你嘅眼界同格局，改變你嘅整個能量層次。一個冇點讀過書嘅人，同一個飽讀詩書嘅人，面對同一件事，做出嘅判斷可以完全唔同。判斷唔同，行動就唔同，行動唔同，結果就唔同，結果唔同，命運就唔同。呢個先至係知識改變命運嘅真正含義。再講氣質，你有冇發覺讀書多嘅人，周身散發出嚟嘅氣質就係唔同。講嘢從容，做事沉穩，遇到大事唔慌唔亂。呢股氣質係邊度嚟？係書入面浸出嚟嘅。古人講腹有詩，書氣自華，唔係得個講字，係真係咁。讀得多，見識廣，咩大風大浪都見過，自然唔會大驚小怪。呢種從容沉穩嘅氣，可以幫你喺關鍵時刻做出正確嘅決定，可以幫你贏得人哋嘅信任同尊重。有一個後生仔嘅故事好值得講，佢屋企窮，書讀得唔多，中學畢業就出嚟做嘢，做咗好幾年，揾來揾去都係個丁點錢，生活好艱難。後嚟佢偶然接觸到易經，一開始完全讀唔明，讀到頭都大，但係佢有種執着，日日讀少少，慢慢咁磨，讀咗1年，佢話開始有少少感覺，好似有啲嘢通咗，明白咗乜嘢叫變化嘅道理，明白咗陰陽消長嘅規律，明白咗好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嘅事。又讀咗1年，佢成個人都變咗，以前做嘢毛毛躁躁，急功近利，而家變得沉穩，識得等，識得退，識得喺適當嘅時候進。佢後嚟自己開咗間細公司，因為睇嘢嘅眼光準咗，做嘅決定一個比一個正確，日子真係越過越好。你話呢個係唔係讀書改變命運？係咪知識改變運勢？分明就係。書入面嘅智慧就係一種無形但係極之強大嘅氣。你讀得越多，吸收得越深，你嘅氣場就越強，你做嘅判斷就越準，你嘅運勢就越好。所以得閒就去圖書館坐下，脫書店行吓，揾幾本好書認真讀下。讀乜嘢好呢？讀經典。乜嘢係經典？經得起時間考驗嘅書就係經典。易經係經典，道德經係經典，論語、孟子、莊子都係經典。呢啲書流傳咗幾千年，幾多代人讀過受益過，佢哋入面蘊藏嘅氣係最深厚嘅。你唔好嫌呢啲書難讀，讀唔明冇關係，先揭開嚟讀。今日讀唔明，聽日再讀，聽日仲係唔明，下個星期繼續讀着，某一日你就會突然通咗。嗰種感覺好似喺黑房入面突然有人開咗盞燈咁，成個世界都亮晒。呢個就係古人講嘅頓悟。一旦通咗，你嘅思維方式就會升級，你嘅能量層次就會唔同，你嘅運勢自然跟住轉。第4個地方講出嚟，你可能會覺得好意外，係街市。街市又濕又滑嘅地，又嘈又逼嘅地，魚腥味、豬肉味混埋一齊，有乜好氣場？你咁諗就大錯特錯。街市嘅氣係全香港最珍貴嘅一種氣，生機。乜嘢係生機？易經入面有一句極之重要嘅話：天地之大德若生。天地之間最大嘅功德係乜嘢？係生養萬物。仲有一句：生生之謂義。乜嘢係義？係萬物生生不息嘅運轉。你睇易經最核心嘅一個字就係生，所有嘅變化，所有嘅運轉，根源都係生命力。街市係咩地方？
係全香港生命力最旺盛嘅地方，嗰度有新鮮嘅菜蔬，朝早啱啱從新界嗰邊運過嚟，有生猛嘅魚蝦蟹仲喺水入面游緊嘅，有大流大道嘅豬肉牛肉仲冒緊熱氣，呢啲全部都係生命，都係生機。再望下嗰度嘅人，賣菜嘅阿嬸大聲叫賣，買魚嘅阿叔彎低身揀來揀去，師奶同肉檔老闆講價，講到面紅耳赤，隔離嗰檔豆腐花又排緊長龍，呢啲全部都係活生生嘅人，佢哋喺度做緊一件最樸素嘅事，為生活而忙碌。呢種忙碌，呢種熱鬧就係生命力嘅體現。你去街市行一轉，你會感受到一股熱烘烘嘅氣息，嗰個係生活嘅味道，係人間煙火嘅味道。呢種氣息可以好有力量，咁將你從麻木同萎靡之中拉出嚟，令你重新感受到自己係一個活生生嘅人。呢樣嘢對於而家嘅香港人嚟講特別重要。你諗下，你日常嘅生活係點過嘅？朝早起身逼地鐵，到咗公司坐喺格仔入面對住電腦，中午叫個外賣，繼續對住屏幕，夜晚返到屋企拋喺沙發度碌手機，週末呢仲係對住各種屏幕，咁嘅生活有乜生氣可言？你日日接觸嘅都係冰冷嘅電子嘢，你嘅生命力就會一日一日咁萎縮。所以好多人覺得空虛，好多人覺得生活冇意義，好多人成日嘆氣，呢個未必係你心理有問題，好大機會係你嘅生命力枯竭咗。你太耐冇接觸過真實嘅熱烘烘嘅有溫度嘅生命啦。有個做金融嘅老闆賺到好多錢，但係人越嚟越悶悶不樂，覺得做咩都冇意思。佢老婆好擔心，試過好多方法，最後有個朋友建議佢每個星期日去一次街市買菜，返屋企自己煮。佢一開始好唔情願，覺得堂堂一個大老闆走去街市同阿嬸逼幾失面，但係去咗幾次之後，佢慢慢咁變咗，佢開始中意同賣菜嘅阿嬸傾偈，聽佢哋講仔女讀書嘅事，孫仔學行嘅事。佢開始學識點樣揀一條靚魚，一棵新鮮嘅西蘭花。佢返到屋企落手落腳煮飯，聞住鑊氣，聽住吱一聲嘅聲音，佢同佢老婆講：我好似揾返少少做人嘅感覺。再後嚟，佢整個人嘅狀態都唔同咗，精神好咗，同人相處好咗，連做生意都順咗好多。點解？因為佢嘅生命力返嚟。佢唔再係一部只識得揾錢嘅機器，佢重新變翻一個有血有肉有喜怒哀樂嘅活人，一個充滿生命力嘅人，成個氣場都唔同，佢吸引嘅人同時自然都會唔同。所以得閒多啲去街市行下，北角春秧街、旺角街市、荃灣楊屋道、銅鑼灣街市，邊度方便去邊度，你唔使一定買嘢，行一轉就得。但如果你肯自己買菜自己煮，嗰就更加好。揸住一棵菜一條魚返屋企，洗切炒，成間屋充滿鑊氣嘅味道。呢個過程就係喺度一點一點咁幫你嘅生命力充電。講到呢度，有人可能會話呢4個地方睇落都好普通喎，山水、廟宇、圖書館、街市，邊樣唔係去開嘅？但正正因為普通，你先至去得到。如果我話你要去邊個千里之外嘅秘境先至補得到氣，你去唔去得到先？真正嘅大道理從來都係樸素嘅，簡單嘅就喺你身邊嘅呢4個地方，每一個補充嘅氣都唔同山水，補嘅係陰陽調和嘅氣，令你身心平衡。廟宇教堂補嘅係專注寧靜嘅氣，令你心靈安定。圖書館補嘅係智慧通達嘅氣，令你格局提升。街市補嘅係生機活力嘅氣，令你生命力旺盛。呢4種氣缺一不可，光有智慧冇生智，變咗書呆子；光有生智冇智慧，變咗莽夫；
光有專注冇調和，變咗偏執狂；光有調和冇專注，變咗牆頭草。4種氣都足，你呢個人先至完整，先至圓滿，身體健康，精神飽滿，頭腦清醒，做嘅決定一個比一個正確，加加埋埋，你嘅運氣點可能差得到去？但係有樣嘢我要講清講楚，呢啲方法唔係去一次就靈嘅，氣嘅補充係一個長期嘅過程。你唔好以為今日去咗趟行山，聽日運氣就會好。今日去咗次廟，聽日就事事如意，冇咁嘅事，絕對不是叫你坐在那度你要經常要養成習慣，每個禮拜行次山，每個禮拜去次廟或者圖書館，每個禮拜去次街市，堅持3個月，你會感覺到細微嘅變化。堅持1年，變化會越嚟越明顯。堅持3年5年，你嘅整個人同運勢都會同以前判若兩人。點解要咁耐？因為你幾十年養成嘅能量模式，唔可能一朝一夕就扭轉。你要一點一點咁補，一日一日咁改，好似儲錢咁，每日存少少，日積月累。到有一日你打開存摺一睇，原來已經儲到好大一筆氣嘅積累，同呢個道理一模一樣。仲有一點好緊要，就係心態。你去呢啲地方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帶住功利心，唔好諗住我今日去行山就係為咗改運，我今日去廟就係為咗發達。你越係咁諗，效果越打折扣。你嘅心一旦充滿咗目的性，就好似一隻轉緊嘅拳頭，乜嘢都握唔住。你要鬆開嚟，氣先至入得到。用一顆平常心去山水之間，就係純粹咁享受自然嘅美。去廟宇教堂就係安安靜靜咁坐去圖書館就係沉浸喺知識嘅海洋入面。去街市就係感受最真實嘅人間煙火，放鬆自己，打開自己，氣自然就會流入嚟。易經講無為而無不為，唔係叫你乜都唔做，係叫你唔好刻意，唔好執着，順其自然，反而乜嘢都做得到。呢個就係最高嘅智慧。最後仲想講多一樣嘢，氣足只係一個基礎，係一個底子，佢幫你創造好嘅條件，但係具體點做，做乜嘢，仲係要靠你自己。氣足咗，機會嚟到你面前，你要識得把握。氣足咗，困難擺喺你面前，你要有能力克服。氣俾你嘅係一個強大嘅根基，你要喺呢個根基上面繼續學做人嘅道理，學做事嘅方法，學待人接物嘅智慧。呢啲嘢經典入面都有，書入面都有，生活入面更加有。呢個世界上面真正改變到命運嘅人，從來都係願意行動，願意改變自己嘅人。嗰啲抱住雙手企喺度等運到嘅人，等一世都唔會等到。嗰啲願意放低身段，願意學習，願意一步一步咁行出去嘅人，佢哋嘅運氣只會越嚟越好。唔係因為上天特別照顧佢哋，係因為佢哋自己嘅氣場強咗，吸引好嘢嘅能力強咗。呢4個地方今日已經講晒俾你聽，去唔去係你嘅選擇。你覺得冇道理嘅，就當聽咗個故事，冇所謂。你覺得有幾分道理嘅，想試下嘅，咁就即刻行動。而家就開始計劃你呢個星期去邊度借氣。記住，行動永遠係改變命運嘅第一步。坐喺度諗1萬次都不如起身行出去一次。